立法院已經三讀通過刑法第80條，即離校性侵害的追溯時效會對20歲開始算。也毋過，即馬有民間團體是指出講，這民事求償的部分，也是因為時效上過短，所以互權益受到損害，所以因是提出這個釋憲案，要求相關的請求時效攏應該愛受罰。受到性侵、性暴力對待的被害者，根據澳洲的研究，平均愛23.9年才講會出嘴。以咱國來講，多數案件愛伫20年來提告，刑事追溯時效早就過啊。立法院7月三讀修正通過刑法第80條，離校性侵害追溯時效修做對20歲開始算。不過有民間團體指出，被害者向加害者要提出刑事賠償等權益，有關受到時間上短的限制。有民團除了提出釋憲案嘛，要求民法愛受罰。原本的197條規定就是你主觀知道2年，那或者說客觀上事情發生10年，那這是一個就是現行法是這樣的規定。但是因為它就是漏列了關於這個性侵被害人他的一個延遲揭露嘛，所以說我們是希望說它可以首先是拉長，你一定要拉長，對，不然甚至有一些是你刑事可以告，甚至告贏了，但是你民事就是沒有辦法求償。民團表示，以民法來講，一般的請求權時效是15年。因認為應當比較這屆刑法的修正，請求權愛對20歲開始算，嘛愛搭配上長的請求權時效。嘛有律師建議愛參考被害者心理創傷的時間長短入去算。另外，離校性暴力被害者定因為年紀小，也是權勢威逼，定袂當隨發聲。律師呼籲在咧民法修法以前，若是被告刑事時效抗辯，司法機關嘛應當愛思考被告敢有權利濫用。因為最高法院其實在一些案件當中已經開始透過這個方式論理的方式去否認掉被告的時效抗辯權。那我們認為在兒少的性侵害案件當中，其實應該有類似的空間，是可以讓司法機關去思考跟做出這方面的判斷，提早去落實被害人權益的保護。民團表示，憲法法庭已經在4月公開受理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釋憲案，目前嘛已經甲刑事追溯權的釋憲案並案，要來等憲法法庭的裁示。因嘛希望法務部和立法院會當先進行民法、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也閣有國家賠償法等等請求時效相關的修法。記者盧尚如、曾俊堯台北報道。